若这个国民党初选的方式嘛要咧讨论，即摆传出讲7月做民调的时阵，嘛要甲郭文铁摕入来做伙比。郭文铁笑讲，到时阵伊若无爱选，安尼国民党的民调是毋是爱搁定做咯？也毋过朱立伦表示赞成。朱立伦讲，伊是稳健的候选人，爱支持者放心。今天有被边缘化吗？今天也没有啊。看到民众媒体来陪伊走行程，国民党总统初选准参选人朱立伦有信心。即马党内初选民调已经听讲要纳入台北市长郭文铁，伊嘛赞成。那我们纳入他做一个比较是非常正常的，也应该的。可能会比王院长民调还要低。你放心了啊，我绝对是非常稳健的一位候选人啊。对比民调，敢要纳入郭文铁，要安怎好有意愿的参选人认定讲有资格？听讲提名小组将由2位副主席陈永权也是霍良斌其中一个人带队，分别甲有意愿的参选人说明，只要6月7日进前纳500万就有资格。内容国民党讲要你讨论，要过台北市长郭文铁对着家己被纳入国民党初选的民调。他们把我纳入初选民调，如果万一我说不选，那他们的初选全部撤回重办，他这样。还是你要顺势宣布参选？我才不要嘞！但最慢8月会宣布吗？还是有可能再更晚？你回去研究一下吧，最慢什么时候决定就可以。什么时阵要宣布参选郭文铁，拢无讲明。针对哪里拢将伊当作最大的敌人，伊用一贯的作风来回应。